你有冇諗過，如果一世都冇一個屬於自己嘅屋企，感覺會係點樣嘅呢？喺我哋熟悉嘅世界地圖入面，有一群人，佢哋唔屬於任何一個國家，既冇護照，又冇地圖，甚至乎連國籍都冇。佢哋就係多姆人。多姆人嘅歷史可以追溯至公元6世紀嘅印度北部。當時佢哋帶住精湛嘅鐵匠、音樂以及舞蹈技藝，一路向西遷徙，穿越波斯，去到阿拉伯嘅世界。千百年嚟，佢哋就喺伊拉克、伊朗、敘利亞、埃及、土耳其以及東歐嘅地方漂泊，用自己嘅語言多馬里語編織住唔屬於任何國度嘅故事。但係流浪嘅腳步所帶嚟嘅，往往係排斥同歧視。喺主流社會眼中，佢哋係外人。多姆人被禁止擁有土地，小朋友難以入學，冇辦法得到正規嘅醫療，只可以聚居喺城鎮邊緣簡陋嘅帳篷同棚屋入面。直到今日，中東地區依然有200至到300萬嘅多姆人喺度，佢哋冇自己嘅領土，唔能夠為自己發聲，彷彿就成為世界上面嘅邊緣人。不過我哋好感恩，主依然差派宣教士去到中東服侍多姆人。儘管宣教士嘅人數唔多，但係我哋睇見主並冇忘記呢一個族群嘅需要。弟兄姊妹，盼望我哋喺關心中東局勢和平嘅同時，都紀念嗰啲生活喺邊緣嘅多姆人，求主喺佢哋當中興起屬天嘅盼望。願有一日，呢群被世界遺忘嘅人可以喺主耶穌基督入面揾到永不動搖嘅家。